喂，大家晚安。Hello，听得到吗？大家可以打开一下那个麦克风，还有镜头。看有多少朋友上线了？可以帮忙。为什么我这边看不到其他的人？Hello，其他人呢？还有人在吗？刚才看到好几位，现在怎么搞的有啊，？Hello，喂，黄董，哎，听得到？哎，我台南张明荣，听哎，得见，你好，你好，听得见。我看到你很早就在线上了，可是奇怪，你们搞的这边好像，哎，看看不到你们没有镜头没开。啊。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开一下镜头。我没有了哈，没有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今天礼拜五晚上啊，主要就是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这个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议程了，就是我们讨论一下6月5号，我们要把这个小农种炭的这个受证，这个标章的受证，然后利用6月5号刚好是环境日，环境日今年的主题跟我们也是有关系，他们就是在面对沙漠化、还有土地退化以及干旱。不要所以还有一个叫日内瓦作用，因为他们今年的主办的地方是在沙烏地阿拉伯，所以不过他们在日内瓦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所以他们是有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奇怪，这个上面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有这个花花的，你可以把它退出去一下。对啊，我这个不知道怎么搞的，把它小就这个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直在这边有一个东西。刚才这个好吧，好不好意思，那我先说明一下今年的这个环境日的主题，主要还是我们的土地啊，我们的未来跟我们是呃把这个土地再富裕的一代啊，所以他这边我们主要是要针对这些问题。那我们在做小农种炭的这个里面，也包含了这个自然保护，还有水跟健康跟人权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跟今年的主题是刚好也有一些契合啊。
所以我们也回顾一下，从去年主要是针对塑胶的污染，那前年2022年是这个这个我们需要达到这个平衡。那前年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要恢复我们破坏的这个 ecosystem。他那一年的是这个也是复原的一代，跟我们今年有点像啊。OK，这个是它的背景，所以那我们今年主要是要把这个标章介绍给台湾的消费者啊，以及企业，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目前是预计是在花莲慈济大学的这个地方啊，B101讲堂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姜老师上来了没有？等一下可能要请他说明一下这个场地，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大概是我们可以来展示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让一些小农来展售他们的一些商品，然后可以布置起来。如果大家觉得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这一次是在花莲？因为我们第一年主要的绩效都是在花莲啊，还有台东有一部分，所以为了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比较不会跑太远。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年4月3号有大地震，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把这个会议的地点就会移动到这个慈济大学去。好，我想那个我们的这个标章主要就是让我们小农可以使用，在第一期我们大概就是会印一些贴纸，以后大概会授权小农自己在包装的印刷上面会自己去印，然后把一些资料报给我，就可以了。OK，那我们主要还是要，因为有很多人问我们说这个会不会被伪造啊，或者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即使这个参与的小农的数量还很有限啊，那我们从小到大，那我们呃虽然这台湾有很多的诈骗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诈骗，可是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清流，我不要把大家都当成好像是那个诈骗犯一样。如果你想要自己变成诈骗犯的话，那你就会变成诈骗犯。那我们尽量是希望大家能够是一个很公开透明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诈骗？主要是因为不公开不透明啊，那会造成很多的问题。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公开透明的话，这些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啊，那所以我们的活动，我们基本上是希望在利用这样的区域，到时候可以让一些6月5号不这是水是流闹吗？不是假日啊，我们尽量是会这个我们会尽量请那个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朋友能够来参与。好，那我知道今天在场的也有一些是外地的，像詹明荣他就是在台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展示我们有多少的小农参与这个减碳的活动。那目前我们总共已经超过300多公顷，那我们新的一轮的这个招生还没有启动，因为最近还在撰写那个 PDD 啊，就是专案设计的文件。那我们一些合约的内容，特别是这个我们大概会有一些变更啊，到时候再跟大家说明。那但因为6月5号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希望跟大家来商量一下这个活动要怎么样进行。那我这边报告就先到这里。好，其他人有没有请大家提出一些意见，好吗？
大家可以尽可能的话，能不能打开那个你们的那个麦克风，如果你们周围不太吵的话。这边有一个花莲 不好意思哦，黄 RC，董，哎，是哎，我请问一下哦，我们未来那个标章啊，它嗯。的 QR code 是就直接连接到订单，是会这样子设计吗？不会，我们会在，因为这个里面资讯是蛮多的啊，我们是会连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等一下，验证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网站大概长什么样子。那 QR code 扫进去是到网站，然后会再进入你们的那个你们上架的那个平台。哦，因为那一天我扫现在那个标那章的 个是没 QR 有 code，用的，那结果个没有用的，抱歉。哦，OK OK，要不然验证请你准备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好，现在吗？对。好，那我要分享一下画面。好，那你等一下分享。好，其他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意见？有一位花莲 RC 是谁啊？你是花莲的吗？Hello，高克忠，Hello，阿忠，嘿，可以讲话吗？有有听到吗？有，我的麦，可以讲。哎，我的麦克风好像不见了。你的麦克风有啊，你有在讲话，哦，我听得哎，到你讲话。是。我是因为我是觉得一切都很好啊，对的是说我要怎么讲，该做好我就尽量做这样而已，其他的我没有什么意见。好，我们会特别澄清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永续标章啊，减碳只是其中之一。像有些人他可能很多，今年很多，那不代表明年一定会很多。那今年很少或者是负的话，也不代表明年就不会有，而是我们会大家一起来努力啊，来找出这个方向。刚好上这个礼拜三啊，我也去农业部，有一些政府的官员跟学者也在问我，就关于我们这怎么做的啊。那其实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一步一步去做，那会把但目前台湾大部分都是不同的方向的研究像这样的话，总体的土壤有机碳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学，没有人这样做所以而且我们的呃采样的方式跟别的人都不太一样，那所以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去比较那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那今年会至少要扩大到1000公顷。燕珍，你好了吗？好了，我可以。那你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扫了 QR code 以后会到哪里去？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 QR code 都不一样，可以吗？要燕珍可以分享了吗？好，我分享一下画面。分享一下，分享出来了，看不到。好像，好，出来了。我们到时候我们的官网会有一区，就是 SDG 标章这一区，然后我们前面有一些说明，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小农们大家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其实就是调我们 APP 里面你们输入的资料，所以比如说我们看阿山哥的就是下面就有一个一个小农的资料。
那比如说阿三哥的按进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这样有个扣就是这个，对不对？阿三哥的 QR code 就是这个，不是进去。对，但我们之前那个 sample 还没连到这一页，对，后来正式的已经做出来了，就是每个人那个标章上面的 QR code 扫出来就是直接是这一页，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基本资料的话，就是来自你们 APP 的资料，所以阿三哥他的头像放这张照片，所以他出来的就是这一张。对，然后下要面说明一下，这个内容是由我们小农自己决定的，不是我们帮你做出来。对，所以你们 key 什么都这边都会出现。对啊，那为什么会还有那个星星？我这个都因为都还没改完，还没全部改完，全部改完再一起开放。对，因为这边前面有基本资料，然后你有就是听过一个笑话啊，就是说揭露小农的资料会违反个资法，那这个真的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小农要跟人家联系，要去买卖，一定要揭露真实的资讯。还有说，我们这边就是强调就是真实可追溯啊。台湾有一大堆的诈骗，就是因为这大家对于个资法的误解。好，继续。然后前上半部就是各位在 APP 上面的基本资料，然后这边如下果面有一个我们揭露的资料是像这样的话，谁找得到我？不可能。然后这个上架产品就是各位在那个 APP 那个种苗产品那边，你们有 key 的资料，有上架的产品，就那个产品名称跟数量就会掉在这边。所以各位，你们一定要好好利用你的这个产品，包括你，因为我们上面是有订购跟现货啊，比如说明柔你们是那个柚子啊，那文旦还没有出来，你就可以用打上就是一个那个怎么讲，呃，就是可以来订货啊。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会统计出来你们一年大概卖了多少啊，你们大概产量是多少，我们要知道啊，因为这个跟我们未来认证跟你的产量是有关系的。你没有卖掉没有关系，至少你要在上面登记出来，然后你到了那个结束以后，你就再把它清掉就是。好，OK，好，继续。然后上面部分是各位的 App 的资料，那下面的部分就是我们这边帮你们输入的资料。那譬如说阿三哥他去年的一些比如说他 GPS 的定位，还有他总面积这些有资料的话，我会帮你们放上去。对，这个是一个阿三哥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然这个小后人面积要注明一下是平方公尺，好，否则的然后话人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然后这个是属于比较完整的资料，然后其他人譬如说有些人就是譬如说这个头像的部分，有些人没放，它就会变成灰色，所以可能要请大家头像的部分要去换照片，或是放一些正式的照片。然后有些人譬如说梅居就是他照片没放，所以才会变成这样，但是它内容是完整的，对。然后有的人基本资料，可能有些人就是没放好完的，高先生可能要填一下资料，高先生就是他应该有一些头像，照片。对，他也是头像的问题。哎，庄先生资料好像比较不齐，庄先生资料有些产品什么可能还要再填一下，对，目前是这样。所以可能要麻烦大家在 App 里面的资料，可能尽量要填齐，这样，要不然 QR code 扫来就是这个界面，就是您的那个照片什么就会没有，所以全部都是抓你们自己填的资料。但目前是这样。
对，好，哎，然后这个，刚刚那个，对，这也是资料填的比较齐的。那如果你们觉得照片就是自己觉得不适合，还是怎样，大家都可以自由去更换。我们每次抓的就是你现在放的照片这样。目前是这样的状况。那如果你们操作上有问题，不会换照片或是就是填资料有什么困难的话，再跟我联络这样子。我之前有传一份那个大概说明那个资料怎样填，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再跟我联络这样。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到姜老师上来了，姜老师能不能说明一下我们那个场地的情况？那等你那个分享可以吧？好，OK，我把它关掉。我现在可以，对，OK，好，那目前就是我们是借了我们学校的那个B101那个演艺厅，然后呢还有它前面的空间，还有那个东川堂，那大概跟去年那个在那个 NGO 公民会馆的那个部分是差不多的，然后比那空间再大一些这样子，OK，然后这两个空间都有连在一起，这样，那个空间大概有多大？那个演艺厅是可以坐250人的演艺厅。它是桌子嘛？它是就是像戏院式的那种的。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那个桌板这样子，OK，然后呢，如果小农要摆摊，会摆在哪里？就外面它外面就可以摆摊，然后就是跟我们那个方总不知道有没有来过我们那个小农市集，就是小农市集的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演艺厅出来的位置这样的。OK，所以演艺厅都是那种一个一个的座位，是？对对对对对那只能开会。那另外有一个教室，是不是？我看到你画进来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教室。对，就是如果还有需要的话，我就顺手把它借起来这样，就是作为后面如果要讨论要准备什么这样子，对，这是那个图面嘛，这个讲堂，然后就是东对，川堂。那东川堂是平面的还是什么？平面的平面的。然后那平面的。个101讲堂前方也有空间要摆，也是可以摆。然后那个东川堂跟就是那你个白讲的这个色的这个地方吗？地方有一个玻白色的，璃门啊，所以它那个到时候可以。门是常开型的，嗯，因为到时候会有一些海报啊，展示一些东西。那个没有问题。那个我们有海报架，就可以沿着这个讲堂的这个就是做布置，那个是 OK 的，它是在讲堂哪里？讲堂的入口是在南边，就是白色的这块区域。啊？对对对对，好，那入口在这里，那入口这边大概也有一个空间，所以等于说就是白色这块区域可以摆很多的海报架，那个都没有问题。那么拜托你到时候把那个尺寸给我们一下，好，大概好，好，照片，因为我最近大概不太会去花莲，可能就才前，没问题，没问题。我去拍个照给方总您看一下，然后可能就是它的尺寸帮忙量一下。好。哦，好，那今天有没有哪一些人是我们可以就6月5号可以来参加的？阿周可以来吗？可以啊，好，可以啊，那你们那个没有，欢迎你们那边一起来，南西的一起来啊，好不好？你说南溪怎样？
就我们那个水母丁烯合作社合作社还存在啊，还存在，要一起来啊，还存在啊，好不好？但是我最主要是还是在，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重碳才是我们最主要的，因为这个跟我们未来的永续发展还是很重要。我现在有没有赚钱，有没有呢？我觉得不重要，重要是我要如何把这个重担这个事情做好，这是我目前要在努力的。啊，刚刚我看到那个林世峰说他不知道那个放照片是从哪个地方放，就是你的头像，照片就是你的头像上面加上去就可以，就在你的基本资料里面有个头像。所以现在林世峰的是像是一个漫画的一个线条的图样。因为有一个 Samsung 是丽霞吗？Hello，世峰兄，你大概知道那个照片怎么放吗？我再找找看。啊，没有，就在你的小农那一页啊，就到小农模式左上方就是那个你的一个照片，在那边你就可以换照片。好，我找找看。如果不知道再来问我们。那其他的 OK，人问题，Hello，Hello，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我们尽量，这是一个大家共同行销啊，共同行销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很难的地方就是从无到有。我希望把这个东西，靠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创造出来。OK，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就结束了。